大鹏湾产业联盟发起的屏东赢王千里祈福行动，计划以7天的时间骑自行车环岛。今年总共有13位屏东乡亲骑专程，有20多位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的成员响应行动。7天的环岛骑行活动，除了是要宣告赢王这项宗教圣事即将到来，也向伫外地打拼的屏东乡亲发出返乡赢王的邀请。屏东赢王，千里祈福，一起去回家赢王。3年一次是屏东银网的一个重要的日子，那我们都称大科年。那当然，屏东银网里面它含了东港、琉球跟南州3个乡镇。那我们每次在屏东银网之前，3个乡镇银网之前呢，我们大鹏湾观光产业联盟所有的业者，大家不管是在食宿、游、购行这些业者老板，我们都会花7天6夜的时间进行环岛，无非就是我们希望到全台各县市，让我们旅外的乡亲、在外的学子，他们能够知道银网又要到了，要记得回家银网。这是我们每次银网前出来的环岛主要的目的。那我也希望在各县市的乡亲都能响应这样的活动。当然，我们每到之处，乡亲也到未来我们加油打气。然后我们也会赠送一个小礼物，也就是银网的毛巾作为回馈。千里祈福的第一站来到台南棒球场，伫现场聚集了数十位乡亲为车队加油打气，展现台南人的热情。他们屏东银网就已经有参加过那个自行车银网的那个活动，然后祈福啊，所以我那时候是去屏东东港东龙宫的时候领取的。那因为他有在脸书发布说他们这次会全省的那个环岛，然后刚好有来到我们台南站，所以呢，我特地过来领那个屏东银网的毛巾。觉得他们很辛苦，为了王爷，为了这次东港银网，大家一起努力，然后屏东银网还有小琉球、南州，大家一起努力，然后骑出来，大家一起分享。顶一颗是逆时针环台，今年采顺时钟驶行，途经台南、嘉义、台中、承德、桃园、台北、新北、基隆、宜兰、花莲、台东等县市，有计将伫咧6月25號到达终点站东龙宫。也欢迎各地民众伫各停靠站为车队加油打气，有机会会当领取到限量的屏东赢王纪念物件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